嗰個衰人阿福，明明講好大家要一齊畢業嘅，但係自己又走咗去，真係個衰人啊！不過算啦，我哋之後雖然唔再係同學，但我相信我哋都會係一世嘅好朋友。希望佢可以係另一間大學大展手腳啦。新嘅一年新嘅希望，希望佢萬事順利。路不同不相為謀，我相信阿福即使佢唔係一個好工程師，但我相信佢之後都可以喺教育界做出自己嘅一番事業，成為一個好嘅老師，栽培未來嘅社會棟樑。另外我都明佢想做老師好耐嘅，但冇諗到佢真係有勇氣轉過嚟教大讀書。對於佢呢份勇氣我都幾欣賞下，所以對於佢嘅離去，我都冇再乜嘢挽留。相反，我都幾支持佢嘅決定，所以我同佢約好，無論何時何地，我哋都會係好朋友。只要你一聲叫我，我就會陪喺你身邊。就好似今年嘅1月1號一樣，嗰個死人阿福話想見我哋一面，於是就把我哋全部人約晒出嚟，我哋成班人一齊企喺大美督嗰度一齊吹住海風，好鬼死凍啊！不過算啦，呢啲嘢一年點都要做翻一次過嘛。所以呢，我哋只不過係喺唔同嘅大學，但係呢個並不意味着我哋之後冇得再見面。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，我哋不過一個係清水灣，一個係大美督者，之後想見容米爾啊。即使大家忙到係現實中見唔到面，但係打個電話點都得㗎啦。另外我諗我哋之後每年嘅新年都會見一次面，我哋呢幾位老友之間要趁呢個機會好好聚一下。我唔敢話未來10年之後會點樣，不過我好咁肯定未來呢幾年我哋都會見面。友誼呢種嘢，如果你攞真心對人，我諗人哋都會攞真心對你。不過我聽阿福講教大的椅子又係真係好瞓，等我瞓一下先。等我瞓醒之後，一定要請阿福帶我去睇下教大有咩好參觀。我仲聽講佢喺呢，佢識咗其他唔少嘅朋友，咁一定都要請佢好好為我介紹一下，俾我認識幾個朋友。阿福果然冇令我失望，喺教大好快就適應咗環境。每次見到佢喺社交網絡分享啲學校生活上相中嘅阿福笑得好開心，我就知道佢真係過得幾好，呢啲都令我好安慰。而最近聽阿福講，佢喺學校仲參加活動，我睇到佢真係享受呢啲經歷。下次有機會一定要約埋阿福嘅新朋友，讓我哋互相認識。雖然我哋已經不是同窗，但心裏其實冇變過。我哋一齊經歷過咁多難忘事，深信呢份友情會繼續下去。不過我聽阿福講教大的椅子又係真係好瞓，等我瞓一下先。等我瞓醒之後，一定要請阿福帶我去睇下教大有咩好參觀。我仲聽講佢喺呢，佢識咗其他唔少嘅朋友，咁一定都要請佢好好為我介紹一下，俾我認識幾個朋友。阿福果然冇令我失望，喺教大好快就適應咗環境，仲交咗唔少新朋友。每次見到佢喺社交網絡分享啲學校生活上相中嘅阿福笑得好開心，我就知道佢真係過得幾好，呢啲都令我好安慰。而最近聽阿福講，佢喺學校仲參加咗啲活動，又學到好多關於人際關係同活動管理方面嘅知識。我睇到佢真係享受呢啲經歷，喺成長中學咗好多對未來有幫助嘅技能。我甚至開始諗，我哋將來也係咪可以合夥搞啲乜嘢？有阿福咁強嘅領導力同人際魅力，我相信一定會事半功倍。我哋班人都講好，下次有機會一定要約埋阿福嘅新朋友，搞個大聚會，讓我哋互相認識，分享生活點滴。似乎咁樣認識新朋友都係拓展自己生活圈子嘅一種好方式嘛。而且嗰次聽阿福講起教大圖書館裏面有啲特別嘅館藏，我都好想親眼去睇一睇。約定嗰日，我會帶埋我攝影機，影低每一刻，將來攞返出嚟睇，一定好有回憶價值。再講埋，我哋一班人都討論過，等之後一齊 plan 個短途旅行，去日本或者台灣咁，食下地道美食，開拓下眼界。阿福話佢哋班同學仔都有興趣加入，咁即係我哋嘅旅程又可以加添新面孔，玩得更開心啦。就係咁樣。最後祝福阿福喺教大見證自己嘅成長，也期待下一次相見嘅美好時刻。希望未來嘅每一年，我哋仲會堅持一年一聚，讓友誼歷久不衰。